内政部已告修正中国籍人士申请伫台湾登记的办法，其中要求当事人的护照就要剪一角。那中国各大办事批评讲要来追究法律责任，陆委会就讲安尼新的讲法就是要来恐吓到这寡中国配偶。另外，中国今年9月初3要举办这大阅兵，举办抗日战争相关活动，陆委会也呼吁咱政府相关人员就唔通去参加。对于中国籍人士在台申请登记，内政部有个修正许可办法，未来爱搞中国护照放弃证明，还是将护照家己加一角，无个使用。中国各大办对修法，搁一摆去批评，要个陆委会用的表态，绝对依法行政。对于故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有关组织和个人，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你要加入中华民国国籍，那你就要遵守中华民国的法令。国台办昨天这样的说法，基本上是在恐吓啊，我们表示谴责，但是我们会照我们的法令走。修正办法中，若是要为中国籍恢复咱国国籍的身份，过去要配合中国统战宣传的人，陆委会强调，只要把违反反渗透法还是国安法，拢会影响。中国特别伫9月初3军人节进行大阅兵加抗日纪念活动，副主委梁文杰也提醒，这是对华想要取得国际国际权，严禁各级政府、甲担任国防外交、大陆事务甲国安机关的人士参加。假如有政党、法人、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附录参加，涉及与陆方从事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，主管机关将依两岸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裁罚。馆长之前预告说，他也想去93阅兵直播。那如果有网红要去直播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？一般的民间人士，目前的规定里面我们并不会去禁止它。不过部分艺人到中国发展，过去配合对华官方发布政治表态言论甲图片，陆委会已经甲文化部组成查核小组，锁定20位艺人，要求说明。10几份有回复的，我们会设定一个时间点没有，如果你还没有回复的话，那就视为你不回复。政府已经尽到有告知你要来说明的义务了。但赔偿敢是个人行为，还是经纪公司操作了后，陆委会表示，真紧就会依据客观事情进行裁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